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喬寶寶啊！以前做嘢做運動整親，搞到一轉天氣就周身骨痛，用過藥油同其他止痛貼都冇，已經用盡晒啦。我中醫朋友介紹我用健之堂艾草一條根精油貼布。健之堂艾草一條根精油貼布入邊有一條根同艾草，仲有好多漢方草本成分，發揮多重功效，係少有專業針對筋骨經絡嘅止痛貼，深入修復關節同肌肉勞損，仲要係冇西藥副作用嘅問題，唔驚傷身同用順咗。健之堂艾草一條根溫感精油貼布係針對舊患，唔單止有一條根艾草，仲有葡萄糖胺三重止痛，有效提升關節靈活度，舒緩肌肉痛，真正治標治本，而且效用長，可以12小時長效止痛消除。健之堂艾草一條根冰感精油貼布，冰涼鎮痛，即時舒緩不適，針對運動拉傷加快康復，而且效用長達12個鐘，可安全使用，唔會有依賴性。健之堂貼布 size 啱啱好，唔使錢 ，fit 晒唔同身體部位，仲有唔易甩出嚟㗎。我之前整親過膝頭哥，痛足8年啦。平時一用力啊，或者翻風落水，膝頭哥真係痛到完全行唔到樓梯。用過幾十款香港、日本同東南亞嘅貼布，同藥油都冇效。半年前第一次用健之堂艾草一條根精油貼布，每次起碼貼8個鐘，連續用咗10幾日，膝頭哥活動範圍大咗，屈曲多咗，冇咁痛。持續用咗2、3個月，而家落水都冇翻法啦，成個人都精神咗，開心咗啊！我喬寶寶誠意推介健之堂艾草一條根精油貼布，12小時長效止痛消腫。